美國當局再發現超過100萬份文件，可能同已故嘅富豪人媒愛潑斯坦有關，預計需要多幾個星期嘅時間，先至能夠全數公開所有文件。美國司法部星期三話，呢批文件由聯邦調查局同埋紐約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發現，並轉交俾司法部。司法部嘅律師團隊正係不分晝夜咁審查文件，並按法律要求刪減部分內容以保護受害者，預計需要幾個星期嘅時間。美國國會係喺上個月通過法案，要求司法部喺12月19號之前公開所有愛潑斯坦案嘅文件，但就容許刪減部分文件嘅內容以保護受害者嘅身份。不過，大量內容被塗黑就惹嚟部分共和黨人不滿。呢單案件涉及多個政商名流，多年嚟都備受關注。司法部星期二公佈嘅文件入面就揭露，有紐約檢察官喺電郵嗰度話，總統特朗普喺90年代8次乘搭愛潑斯坦嘅私人飛機，次數遠比之前報道嘅多。而喺其中4次，愛潑斯坦同埋佢嘅同黨兼前女友馬克斯韋爾都喺飛機上面。最新一批文件亦都顯示，有一班航班嘅乘客只係有3個人，分別就係愛潑斯坦、特朗普同埋一個20歲嘅女人，佢嘅名已經被塗黑。特朗普2024年曾經喺社交平台嗰度話，佢從來都冇坐過愛潑斯坦嘅飛機，亦都冇去過佢嘅私人小島。愛潑斯坦2019年喺獄中死亡，馬克斯韋爾亦都因為協助佢性侵未成年少女而正係服20年嘅徒刑。